今日就係10月13啊，即係世博嘅最後一日。咁啊，呢隻貓有啲驚，咁啊出發。咁啊遲咗少少出發嘅，今日因為要搞嗰啲撳掣，咁遲咗1個鐘啦，都冇所謂噶啦。今晚預留到10點後，掟人走先走。咁啊〜同埋琴晚都係要排隊排成個鐘先上到 Metal， 所以晏啲出發留返啲體力。咁啊，今日呢個有啲特別嘅，因為咧之前我都冇諗住嚟睇閉幕，但係後尾諗到啦，因為其實買呢間屋有好大嘅程度都係因為有呢個世博先會買嘅。超過70%啦，我估。咁經過呢個買屋嘅程序，其實由2018年應該係啦，冇記錯應該係2018年有世博 confirm 係25年嘅世博喺大阪辦啦。咁當年28年就去咗外資嗰個。上次嗰個2005年世博嘅紀念館啦，或者舊址啦，咁變咗個公園啊嘛，咁嗰度已經好有印象，有一個牌，就話7、8年後嘅世博就喺大阪關西呢度舉辦，咁當時就有個諗法就話可能如果到時下次世博再有咧，就可以同埋啲小朋友一齊去啦。咁因為我睇世博就唔係好多次啫，但係我自己就1985年就係呢個第一次接觸世博呢樣嘢，85年嘅歡樂今宵，就睇呢個。即係夏雨戚美真係介紹呢個築波嘅嗰時，築波世博原來睇返就唔係一個全面嘅世博嚟嘅，係一個科技世博嚟嘅啫，即係唔係全世界嘅國家都有參展。我當個人先，企到爆晒㗎啦，所以就睇咗，咦，原來有世博呢樣嘢，就當時最記得我諗我5年級到啦，就入咗一個機度咧，話模擬地震嘅，有啲鏡啊，有啲聲又戳嚟戳去咁樣，咦，原來就知道有一樣咁嘅嘢喎，呢個世界上，後尾去咗Vancouver 讀書啦，咁亦都知道86年係 Vancouver 搞個世博㗎啦，嗰個剩翻落嚟，其中個建築物就變咗 Science World 啦，咁就對世博呢樣嘢就有個初步認識啦。咁跟住同埋另一個咧就係當時97年香港都有人咧，有個某立法局議員咧就倡議喺97回歸時候咧就香港辦世博，其實係一個好好 idea 嚟嘅，咁但係肯定又傾唔埋欄啦，因為英國都走人咯，大陸接手，咁世博橫跨半年，咁本身搞得成係好特別嘅，但係通常後期嘅回歸後期嘅兩國都係唔啱 key 噶嘛，其實點會合作搞到咧？咁當然就不了了之啦。咁就話事就到2000年至2000年世博，我唔記得咗係咪歐洲，咁冇去啦。咁2005年就第一次有機會就可以去世博，就係喺外資嘅世博，就係即係近住名古屋。咁嗰時係9月去嘅，
咁嗰次順便就去埋沖繩啊，有關西啊、和歌山啊、白濱啊，咁樣都去咗2個禮拜。咁其中抽咗4、5日就去世博。咁當時就發現哇，咁多人，酒店都冇喎。當時20年前即係日本酒店唔係好足夠啦。咁啊，結果要住到距離名古屋市中心都要半個鐘嘅一個叫做，好似係咪叫常滑嘅市嘅一個叫工人嘅旅館啊，工人嘅宿舍啊。即係嗰個宿舍咧個特點就第一就冇廁所㗎啦。咁其實而家好多日本酒店都冇獨立廁所嘅舊嗰啲。咁當時去又比較少見啦。咁第二就係第二朝早全部都係工人着晒嗰啲工人制服去開工。咁啊咁每日就去咗好似3日，每日就朝頭早就搭嗰架火車就去轉車，咁都去得幾辛苦嘅。咁睇咗咩館？最有印象係日本館啦。當時就冇抽籤嗰啲嘢，就咁排隊就睇過排幾個鐘咁啦。咁又睇嗰個當時嘅30未來館啦。咁同埋記得係同媽咪就喺呢個叫做法國館嗰度食咗嗰個法國餐嘅。當時喺嗰個日本館好似係纜車坐都有坐。有一張相係當時影，我對嗰張相好有印象嘅，因為影得媽媽好靚嘅嗰張相。咁就係2005年就去咗3日，咁就正式叫做去過世博啦，就即係都幾震撼啦。當年仲有個 JR 館係第一次睇到嗰個叫做Superconductor 嘅火車嘅。咁 Superconductor 嘅火車咧就當時啱啱出啦，其實而家都20年啦都未整好啊，好似話10年後定5年後會整好啊嘛。就由東京去名古屋啊嘛，即係一種磁浮火車嚟啊。咁就有嗰個 JR 館啦，咁呢啲好特別。咁所以咁啱2010年嘅世博又喺上海喎，咁又可以去啦。咁2010年嘅世博都有去嘅。咁凡係喺呢啲人口比較多嘅地方同埋集中比較多大世博咧，睇嚟都係會好多人睇嘅。即係日本係咁啦，咁喺中國大陸更加多人啦，咁睇完就都有啲有好多商業館嘅，即係喺呢個上海世博。咁上海世博仲有個中國館啊咁嗰啲，咁睇咗唔係好多館啫，我記得，因為好似去咗1至2日嘅啫，但係就超多人。個印象感受就冇喺愛知世博咁深，咁就第2次去啦。咁第3次2015年就喺米蘭定邊度嘅，咁嗰時一來太遠啦歐洲，二來小朋友出世咁就冇去到啦。咁跟住2020年啦，就杜拜第1次中東嘅世博，咁本來諗住小朋即係佢哋3個都即係4、5歲啦，6、7歲，咁可以去見識下啦，當咁就其實都買晒飛啊 book 晒酒店嘅，咁諗住去睇2日到咯，喺聖誕節嘅時候，因為中東嘅世博係只可以喺呢個叫做冬天嗰時做嘅啫，因為夏天實在太熱。咁所以聖誕節去，但可惜有 Covid 啦 ，Covid 就 cancel 晒啦。咁機票 cancel，直頭飛都冇飛啦。全部 cancel 晒就冇得去。而嗰次世博喺亞洲方面嘅報導係非常之少嘅，即係點話東亞，即係可能香港啊呢邊啦，因為去唔到喎，因為有封城有成，冇人去，所以直頭冇人介紹，亦都唔知有咩睇咗。同埋 delay 咗1年嘅，其實係
原本係2020年嘅10月，後尾 delay 咗2021年嘅10月先開嘅，咁啊冇去到啦，咁就如是者咧，其實喺2020年嘅年尾開始啦，就已經着手開始話想買呢個。原來計咗時咧，如果行得快啲咧，行到嚟咩草站應該10分鐘啊，因為行得慢又講嘢又等燈，而家就係10分鐘。如果行得快，應該唔使10分鐘已經上到去月台。咁就講到就係話買呢個樓，咁啊開始喺香港留意有啲咩日本賣日本樓嘅公司啦。首先留意一間叫信義。而家應該可能香港都冇新公司收咗㗎。之前係台灣嘅地產公司嘅，開始18、19年，因為即係錢太多啦，啲人就開始又買日本樓，又買馬拉樓，又買邊度樓，咁就諗住就推廣日本樓，因為日本樓個情況係通常都係人哋會 sell 啲。嚟香港咁通常拎得嚟 sell 嗰啲都唔放正嘢啦，又貴啦。咁嗰間好似可以自己睇啱邊間咧，佢話會幫你 arrange 睇下可唔可以幫你賣嘅。咁所以就傾咗一輪，咁都係睇住先啦。咁啊，如是者都繼續睇咗斷續咗1-2年啦。咁就初頭就諗住睇呢個。似花區嘅，點解咧？似花區因為近住 Universal Studio， 咁諗住有啲 potential 啦。初頭諗住可以做 Airbnb 噶嘛，即係唔嚟嘅時候咪租俾人去 Universal Studio 嗰啲人咯。咁就睇咗啲apartment嗰啲嘢，咁當時都應該係300萬 yen 3000萬。3000萬 yen 咁樣咯，3000萬 yen 就係咁樣，咁跟住就咁啊睇啦，咁啊後尾都發現有車位好啲喎，咁啊因為可能都會有揸車啊嘛，但係買apartment呢個念頭咧，好快就應該就算㗎啦，因為apartment上上落落又麻煩，如果多小朋友又嘈到人，總之就冇咁方便啦。所以後尾就開始想買間一戶建啦，發現啲一戶建都唔係好貴嘅，都可能4000萬yen到啦。咁當時 yen 就更加貴啲啦。咁啊開始睇啲一戶建，哇都好多人。少人咯喎，竟然呢卡上好似係一出就係呢度啊！好入去就影住。咁啊，講翻自己影啦，咁就一陣會播首歌，播完首歌先再影。下站就係應該最後一日嚟呢個站會播首歌㗎。